路上漫步又和大家見面了。今天啊，大家知道吧？前一段時間我開箱的那個鍵盤還有印象嗎？我當時就吐槽，我說這個鍵盤上面印的花太亂了。我買了一套鍵盤帽。說實話，這鍵盤帽可不便宜。常規的來說呀，買一個鍵盤可能也用不上這些錢，幾十元。但是呢，疊了個券儿。你看這個鍵盤啊，上面这個5、6、7、8。它設計的很抽象，它有點像時鐘似的，5是5點鐘方向，6、7點鐘、8點鐘。但是摁的時候，有的時候情急之下就會摁錯，或者說你要在腦子裡走一下這個事兒，走一下這個時間，這個延時我都受不了，因為我是一個講究效率的人，所以呢，我想了一個辦法啊，買一套鍵盤帽，把它剃了。還有一個事兒，你看這個鍵盤啊。它是咋回事呢？它这個鍵盤的燈，它不是整個的印到上面來的，它這個燈是在下方印着，發現這個事兒沒？所以呀，我配了一個下方顯示字的鍵盤帽呀。它這個鍵盤帽，你看給的很全，儘管說我是87纖維的，但是它這個應該是給到了101吧，甚至說更多，105之類的。給的挺多。這個燈你看它上面看着的是這麼看是沒有完全的透光的，它只在這個下面半程有燈效，所以呢我就搭配了一個這種也是侧透键盤帽，剃一下啊，用拔帽器把上面的一点点拔下來。這是個大工程啊，讲道理我應該是現在不想換它，為什麼？我剛吃完飯坐着有點難受，但是呢不趕快換了吧，就耽誤我接下來的工作進程，所以呀還是先換了吧。先簡單的剃幾個紐，小試牛刀看一下，一邊剃一邊呢就這麼把它放回去，一對應的，看到沒？装上以後是這樣的，這樣我就可以看到上面的數字了，我就準確的知道它是啥。把燈關了以後，看明顯不明顯？等一下全部剃完之後，給大家看一下效果吧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我沒有全程的錄制，但是這是裝了一半了，很累呀。跟大家匯報一下過程，真是太累了。這麼說，所以說呀，大家就沒事的時候不要搞這些啊，換這個鍵盤帽之類的，甚是乏累。不過呢，等一下看一下最終成品吧。我們看一下啊。我一氣兒的把這個全卸了，一點點的裝。開始我是想拆一個裝一個，拆一個裝一個，好處是啥呢？最起碼你這個制服啊不用去對，不擔心亂。不過這麼拆它好拆呀，裝時候也好裝，就這樣先裝吧，一會兒如果真的裝差了再改。我在想一個問題，這個鍵盤組裝的時候是機器裝的嗎？還是說人工一個個插上去的？大家有知道的嗎？我盲猜應該是機器啊，但是不排除有些小作坊是手工的。這東西拿機器安裝應該也不難，但是如果是真是用手工裝的，也確實是挺耗時啊，挺耗時耗力的。把這個主要打字的區域已經裝完了，其餘的地方還沒有裝啊。這個已經初見端倪，將來打字的時候就是這個效果，還行啊。它和那個原裝的鍵帽大差不差。這個夜晚看上去會更好一些，視覺上它不是那麼的像之前那種特別耀眼了啊，這個光就變得非常的低調。我給我老弟看一眼，老弟，哇，挺好看的，還沒換完呢。剛把這個鍵盤打字區換完，功能區都沒改，獲得了我老弟的讚揚。好的，我們看一下啊，最終啊換完了，是個力氣活啊，累屁我了。這一期呢就簡單的到這裡，這就又成功的水了一期視頻，哈哈哈，再見。